县目前失地的人口大约是1800人，为着要来照顾到这群长辈者，南投县政府特别引进卫生定位的智慧手表啊，让中介收集户甲身心障碍者会当优先来申请，希望透过这个服务，会当随时追踪长辈者，方便照顾。 为着要加强对失智老大人的照顾，南投县政府特别买智慧手表啊，即有 GPS 定位、室内定位、电子位置设定等等服务，会使透过电脑是哪等等方式追踪老大人伫什么所在。这个手表啊，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呢看需求，如果现在我们先采购100组啊，如果100组需求量大的话，我们再继续的来采购哈。 因为县政府因为所提供的手链啊，本身无卫星定位的功能，在县长林明珍的支持下，一摆买智慧手表啊，或者失智老大人加一样的保护。就是要具有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是这个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啊，或是身心障碍生活补助费的这些弱势的民众你可以提出申请除了优先补助中介收入户身心障碍者，每个月200-300块这个服务费，县政府嘛将一摆补助1年，希望讲将社会福利工作做到更加完善，提升对老大人的关怀甲照顾。好，来继续。